第二课，搁一个农夫的故事。耶稣知影关系做园的代志，伊的爸母毋是做园的，总是比拿撒勒有真济做园的人。耶稣常常去看因的园，看人被园白做担，也有看因收割因的出产，被因的切村。咱所读过迄个譬如，是关系好的土地，甲歹的土地。伫遮，耶稣有讲好的种子，甲歹的种子。人若爱收成较济，伊就用真好的种子；若爱收成真济，就爱也伫好的土地。土地若歹，收成的时会收较少。关系遐的出产有真济条件，出产甲水有关系，若无够水，出产就较少。所用的种子也是有关系，人若养一种的五谷的籽，出产也是迄种；人若养好的五谷，出产也是好；人若养较歹的五谷，出产是较少。出产甲日头有关系，日光爱真拄好，若是过热也是毋好。日头若无照来，我阁袂大丛。耶稣讲，有一日，有一个做园的人去买好的麦仔的种子，伊买上好的麦仔的种子，伊知影若也上好的种子，出产也真好，会通互伊的七寸到满满。迄个做园的人买种子了后，伊去伊的园里野种子。暗时，伊要困的时，伊一个对顶来野歹的种子，伫伊的土地，迄个种子是秸仔。麦仔报价的时，秸仔也报价。园主的萝卜来讲，头家啊，安怎有秸仔伫咱的园，甲麦仔做伙发起来？萝卜袂明白，因的头家讲，这是对顶来做的。园主的萝卜问伊讲：“阮头皮起来好无？”因的头家讲：“毋通扣皮仔起来，加了连麦仔煞扣起来。收割的时，咱通先扣皮仔，以后咱通挂麦仔。麦仔要收入伫我的切村，皮仔要用火家己烧。”耶稣的学生家己问这个譬如的意思。耶稣甲因讲：世间的人的心就是园，人子也好的种子伫因的心，总是魔鬼也歹的种子伫人的心。收割的时是世界的萝卜，天灾就是收割的萝卜。上帝要叫好人入天堂，亲像麦仔入七仓。天灾要收拾做歹的，迄伫火内。